进。多正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稳定甲真理满满。故阮捌看见伊的阳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着的阳光。请求圣死罗老上帝，圣诗117首，圣诗117首，无定奇妙听。 使徒
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来自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路马也出世，伫本州也落入来受苦，竟是见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报啊，上天，他坐全能的上帝大名，伊便对也过来审判大人甲世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圣道的上好，所以下面就替我永远的名。阿门。请坐。下面来启用上帝的话，启用文49篇，圣经后面启用文49篇，就是以赛亚书55章。咱三角来启用，来最大的人才有水。三车人嘛来买来食，来买酒，来买面。免钱嘛免运。恁爱着开钱买袂食迄个面。那就用劳苦赚钱，买食袂饱的面。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面通食。享受上好的食物，互恁满足。趁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趁伊困我的时，就来求着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不义的人就放散因的计谋。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就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伊要白赦免。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恁的道路毋是我的道路。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我的想法比恁的想法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润泽土地，互五谷富裕大杂。要互野种的有种子。互人有美妙。对我的嘴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绝对袂空倒转来我遮。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我的话要成我爱做的代志。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平平安安到厝。大山小山会唱我名字。田野的树木会拍落到原形。以前有刺激的所在会发伤病。有草刺的所在会发射。下面咱有三个来念。这最力量上主的进步，要做研究特别的记号。咱三个按同来祈祷。是因疼痛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伊甲阮坐过了第3日的今仔日，也是大降节第一主日。阮难望众兄弟带着感恩的心归类伫你的圣殿，用谦卑、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你。特别伫武汉疫情延续2年久的中间，你有赐福阮全台湾得到真好的控制。阮难望所有你的囝儿，也拢得到平安。阮满心感谢你。阮知，阮若听主的声，行主的路，对主脚步，一定会通得主祝福，以真幸福。主啊，阮有意爱要安尼做，求主牵阮的手，一步一步，带阮行天路。阮的人生要伫你的恩典下得到健康、平安、顺遂，得到主欢喜的感觉。台湾，阮的国家，是你赐阮徛起的所在。阮要伫遮定军服侍你，总是台湾面对真侪世界的挑战。
科技的进步、经济起落、外交的困境、中国的威胁，迫阮伫年底有真正重要四大公投。阮求主亲身带领，互阮有够的聪明智慧，互阮真心为台湾来想、来拍拼，互台湾的内政稳定，也会当伫世界、国际安然徛起。亲爱的主，你圣诞的日子渐渐近我，阮要用感恩虔诚的心，感谢主赐予阮救赎大恩典。阮南农所有兄弟、圣歌队各团契、牧师、长职、同工甲正会友，拢要献出阮的时间、才能，甲真欢喜的心，迎接救主圣诞的大日子。阮求主接纳、保守，也引带阮，互阮手所做的工无鬼伫空空。今仔日阮有要颁发奖学金予阮教会疼主疼人无怨的细囝，求主赐予满满伫因的成就，互因的人生伫学习的路中，拢有主通依我。阮今仔日也要为着阮中间有病痛、艰苦、死实欠缺的兄弟来代祷。阮求主亲身甲因治理，亲手医治因，互因赶紧恢复健康，重新恢复信心。啊，阮恭敬自责，爱听你的教示。阮中间检测有人心袂变，有世俗颠叛，求主安慰因。若人因为长疾出外病痛，亦是种种的缘故，袂通相甲自责的。求主嘛保守因拢平安，阮无伫啥好所在，拢通甲阮同心敬拜。迄个时间，你所喜爱的路途，杨宣信牧师要用实地稳定的，搁一摆开听你的信息，求主即时降临伫阮中间。杨牧师嘴所讲，阮耳孔所听的，拢是你的旨意，也互阮听伊，搁去行伊。互阮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拢通得到主欢喜的感觉。阮安尼祈祷袂坎坷，拢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恳求。阿免。赞美，要请雅音合唱团来甲咱献诗，因要唱的是普天的东欢唱。
着唱歌，伊的正经字就来唱歌，学落伊的名，感谢入伊的门。咱真多谢雅音合唱团。我今较早来，第一届唱感觉无安怎，第二届佫愈好听第三届咧真正足水足好听。有咧想讲牧师的讲道甲阮的词汇来当3摆，可能1摆比1摆较好。多谢雅音合唱团。下面恭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罗马人书第6章第1节到14节。罗马人书第6章第1节到14节，伫咱来看日本圣经新约175面。罗马人书第6章第1节，安尼，咱要怎样讲？总无长长踮伫罪恶，互云顶加天做做嘛？断断毋通。咱往罪迄面已经死个，兼要犹原伫罪中来活嘛？兼毋知，咱既若捌受洗礼来入伫基督耶稣个，是受洗礼来入伊个死。所以，咱既然对洗礼来入伫死，甲伊同埋葬，是亲像基督对白的阳光，对死人中国活，也要互咱安尼行，伫伊活命的身款。第5节，因为咱若联合伫伊死的款式，也要联合伫伊国活的款式，实在。咱旧个人甲伊同定，互罪的体会废去，直到咱无搁做罪恶的奴才，因为已经死个是得到称罪义来脱离罪。当咱信，若甲基督同死，就甲伊同活。在基督已经对世人中国活，无搁死，死无搁管辖伊。因为伊的死是往罪做一摆死，伊的活是往上帝来活。第11节，安尼，恁踮伫基督耶稣，就看家己往罪是死，往上帝是活，所以无伫拥稳罪恶做王，伫恁会死的身躯，直到恁顺趁伊的私欲，也无伫。将恁的肉体献互罪恶，做不义的器具，是着将本身献互上帝，亲像对世人中来活的，献恁的肉体互上帝的义做义的器具。因为罪恶无搁管辖恁，因为恁毋是伫律法的，是伫恩典的。愿主祝福伊本身的话，也祝福听伊，搁去行伊的。下面要讲道，请咱的主任牧师张牧师讲道题目是伫恩典的。咱同心出界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对四面八方用你的疼吸引阮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你是阮的创造主，你是阮伫天里的爸。你的正经年自集，要来唱歌感谢阿乐你的名，也要来对你拜列阮的恳求，求你赦免阮一切的罪恶。过去2年久，阮的人生中间经验到 COVID-19 这种。一世人检测才拄会过一届，这种病毒的威胁攻击，阮亲像伫加利利海拄着风影的遐个温度，一波搁一波。当阮感觉风影较细时，无拍算病毒搁变种，阮所做的即个疫苗检测也无够也通来抵抗即种的暴风雨。主啊，恳求你，亲像阮所读马太福音，行水面，伫
伫即个暴风雨，伫即个病毒的观点，你来亲近阮，求你互阮听见你的应允，放心是我，毋免惊。主啊，求你互阮有即种的信心，迎接你入来伫阮的中间。恳求你特别互即个病毒，通过世间遮个有智慧、专业的人，会通赶紧找到更较好治疗、预防的方式，互阮无阁活伫病毒的威胁的中间。亲像阮通过主耶稣基督，会通抵抗罪的污染一样。阮今仔日看见讲台顶点到第一支大降节的蜡烛，求你即时也点到阮心内第一支大降节的蜡烛，互光明赶散一切的黑暗，互阮抱着盼望期待的心。互圣诞节毋是另外一个节期，却是阮真正阁迎接主你降生伫阮心内一个好的机会，互阮会通期待主你伫阮的生命中来做阮的主，来帮助阮。互阮知影，阮是活伫恩典的，毋是活伫律法的。阮同心伫你的面前感谢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咱这一两年特别过了，感觉非常的郁卒这个武汉肺炎一直一波搁一波。我相信一开始无人拍算讲即届的病毒对人类的影响会遐尼久，到伫11月，咱感觉小可看见曙光的时，敢若即两天搁听见迄个病毒伫非洲变种，敢若搁较厉害。咱真期待台湾的边境防疫会通顾好势，搁较期待全世界会通毋免伫即个病毒威胁下面。迄天我咧看电视，有一个来宾伫遐讲，全世界即种对抗疫苗安尼无法度通胜利啦，因为好野国家甲所有的疫苗拢集中。炮火车拢伫遮个好野国家，所以恁疫苗真侪，逐个拢有迄个疫苗通好拍。总是散起来国家摕无到疫苗，你炮火拍一半，拍即边，总是迄边若佫变种，佫倒转来，佫伊个反扑，所以爱全面性的防疫措施，全世界逐个拢会通有机会通拍着疫苗，安尼毋茫即个疫苗即个病毒威胁会通早一天离开咱。毋望世界各国领袖有智慧，通好来处理这个问题。咱已经知影500万人为着这来过身。总伫疫情下，咱原来小可有小确幸啦吼。你知影这啥物没有？我是无去甲领5倍券啦吼。听讲5倍券是生做即种的吼。你敢去领？无一定，我讲这少年，无一定你已经开了咧，毋是干那领尔吼。咱大家拢交税金互政府，毋捌讲为政府遐摕到钱，足欢喜咧。政府摕钱来纾困当然才会迄落。我有甲看我旧年我足好，我倒来拄好两项拢领着3倍券有要刺激咱国内的即个消费啦我甲查一下讲，台湾袂歹的，没有排富条款的，毋是讲你收入偌济，所以张忠谋嘛挺好领，郭台铭嘛挺好领。只要你是台湾的公民当然迄嘛有一寡限制。只要是公民，你就有机会通领到这个钱，没有排富条款。3倍券讲2432万人领啦。互我感觉较趣味的就是为什么有39万人无去领啦？有39万人，毋知是为着什么原因，因无去领这个3倍券检测无一定一寡这好野人讲对我来讲是足难产，无必要去领这个钱。总是咱讲，这个
振兴券，当然政府用伊要互咱刺激经济。啊，对所有的百姓来讲是一个白白的礼物啦吼。你可能当然爱办一寡手续啦，你爱怎去领等等，总是这是一个白白的礼物。讲起来，随上人人拢需要，咱逐工生活拢需要用钱，所以幼儿仔嘛需要，囡仔嘛需要，所以咱拢会去甲领这个振兴300券，只要是公民，限制有一点仔身份的限制，你伫今年4月30以前出世的婴仔，你嘛有资格通去领这个500券，只要是公民，你拢会通去领受。总是亲像头先讲，300件都有30几万人无去领，所以无一定逐个人拢会去领。啊，当然这到底是甚物款的因素？我想咱伫世间社会较久的人，咱拢知影，送礼是一个真大的学问啦吼。有时你想要礼物要送出去，有的人无爱接受。啊，送礼甲领受这个礼物的人，心内拢有家己的立场的盘算。啊，随上送礼是一个学问，是一个艺术。你要收礼嘛是共款，咱有足侪考虑。譬如讲，无要领受的，就是讲啊，我甲你也无啥物关系，啊，无功不受禄。咱今日要去捷运，那伫中正纪念堂站，忽然间一个人讲，这物件互你，你敢敢收？啊，我也毋捌你啊，你无代志，塞一个物件要互我非亲非故，我袂去收迄。有时你要收的时阵，嘛会想讲，这背后毋知为虾米对我的期待甲要求，所以我无相信你送我是纯粹是因为疼我，你真正是关心我。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收这个礼，后壁毋知有虾米其他的后遗症也无。有时是面子问题啦吼。啊，我甲你收这个礼歹势，咱拢会安尼啦吼。啊，我咧讲迄天经过南昌街，啊看那排队排遐远啦。啊，原来就是里长伫遐咧讲，啊，咱即摆要促销即个雪茄啦。啊，台东有送雪茄来，啊，咱即里的吼里民伫遐排队，一人领1粒啊2粒。我是真爱食雪茄啦吼。我毋过想，哇！这排落去干2点钟呢，啊排伫遐实在是也无啥好看。咱若看迄免费的，就排足侪人啦吼。啊，有时咱需要，毋过也歹势啦。啊嘛无感觉讲啊，等遐久也无迄个价值。有时是讲我无需要，真正我无需要。啊，你要送我这物件，阮兜吼已经有遮尔侪物件，你送我真正嘛毋知要安怎处理，因为我无需要。同款的物件也是安那，咱会拒绝。也阁有一项就是，这个礼物我担当不起，咱的关系无够遐尼好，好到互我收你的礼物我会惊。你要送我一个有克拉的钻石，我哪会敢甲你摕啦？这咱礼物伤贵重到一个程度，啊，你要收，你会真侪考虑。所以可能大家拢有其他的送礼人有送礼人的考虑，收礼人嘛有伊的拍算。这甲咱今仔日咧讲打疫苗嘛共款，咱讲迄疫苗是政府提供，互大家拢会通拍。做时咱大家有无共款考虑啊？啊，我90几岁啊，我也无出外口，我敢在个爱副作用报纸定定写安尼。啊，囡仔伫美国足侪人无爱注疫苗，因惊讲这个疫苗注落去后摆对第2代、第3代生产敢会问题？即摆无人知影，时间太短咧，大家拢有无共款的考虑。啊，我来决定我要打疫苗，还是无爱打疫苗。所以接受与否，礼物要送你，咱用一个受礼的人，甲你的个性有关系啦吼。有的人真直接，大家你后摆拢卖送我物件，我无咧讲迄落吼，就直接这样子，伊的个性是安尼。有的人是讲啊，我真感谢，甲你收落来，啊，我才过来处理，无一定我无需要，我才转送别人。这个个人个性有关系，甲需要有关系。我拄咧欠这个物件，你拄送我，我拄才转来尔，也无鼎，也无碗，也无碗。你送我碗上好，我拄欠这个物件，我用会着，我真需要。你要接受的时阵，你对这个礼物的了解。
嘛有关系。这个礼物啊，伫我的生活上会通帮助我什么？啊，这个礼物会通丰富我的生命啊，我的生活到什么程度？当然，甲送礼的人也有关系。这个送我礼的人，伊都有工程要拜托我做，啊是讲啊有啥物其他的企图，所以礼行头前。啊，这是人情，人之常情，咱袂当讲安尼毋对。总是做公务员的时阵，你要收礼，也是各方面咱都真细腻，因为这后壁检查有其他的重要。所以，咱咧考虑讲啊，这个送礼、收礼有适当无？啊，我相信你是完全因为疼，因为关心，因为要互我欢喜，所以你送我这个礼，我相信啊，所以我会通接。这有重要无？咱的关系有够无？有后遗症啊无？收到这个礼有条件啊无？咱的考虑实在是不止多。啊，圣诞节是上帝要送礼给所有的人，上帝是一个送礼者，所以伊派天使去甲顾样的。啊，你注意听，伊甲天使甲顾样的讲。你毋免惊吓，我要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互所有的人，互万民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别的城，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就是主基督。所以天使已经定义，上帝送即个礼是所有人拢需要，无一个无需要的。啊！这个礼要成做你的拯救，是要拯救你，互你重新得到活命，互你会通甲上帝和好的主基督，就是这个礼。所以耶稣基督会出世，是一个拯救的福音，是上帝差遣道成肉体来到咱中间，啊，改变咱的生命，互咱甲伊关系搁一摆得到和好。这个关系甚至影响到伫永远，所以咱需要一个拯救的，亲像咱今仔日真需要有一个真好的疫苗来帮助咱来防治这个病毒一样。咱本来是有上帝形象的人，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无罪的，总是罪来败坏着咱了后，咱已经甲这个创造生命的源头。上帝已经断绝关系，所以开始咧出手咧拯救，所以送一个礼，送一个拯救的，互万百姓拢有份，就是主基督。一来就要复导咱甲上帝的关系，互咱重新得到迄个永远的活命。所以，我想咱最近对病毒甲罪的关联性一定加真有印象，因为病毒。影响人的关系。如果你若确诊，啊，我都要甲你隔离啊，我没有办法来接近你。所以人的现况就是，罗马书一直讲世间的人正人已经犯罪，无一个无犯罪。不管你偌尊敬司法者，不管你偌尊敬证言法师，不管你偌尊敬倒一个人，但话讲鼻孔矮的无一个好人，伫上帝目睭中一个义人都无。所以，上帝阳光，伊要互咱的活命，你得袂着。人甲上帝关系，因为罪恶已经断绝了。所以，亲像上帝是公义圣洁的上帝，有罪的人虽然有伊的形象，中间嘛需要来隔离。所以，最后所甲咱讲，既然犯罪，就是罪的路在，咱伫罪的下面。罪恶带来肉体死亡，这是一系列的啊！这个拯救的，就是要互咱命定的命运会通得到扭转，得到改变。所以耶稣基督降生会成做咱的福音，就是因为咱要定心得到活命，要得到对罪的免疫，啊，唔免付迄个罪的代价，来回到正轨。所以问题无容易解决。其实咱看历史就好，也是讲咱家己本身也好。托尔斯泰
即个苏联的文学家，伊是一个人文主义，是一个足有疼心的人。伊对家己要求真严格。伊逐工写日记，我今仔日佫犯着几届罪，我伫上帝面前告解，我苦伤。路德马丁嘛是共款安尼，伊做天主教的神父，对家己非常的无满意。我哪会去想迄种的代志？我哪会去做迄种的代志？我对家己真气，所以我尽力不过往边拍家己的脚趾拼。有的人甚至有一个时代，迄个修道主义，我定定犯罪，所以我莫甲人接触，我家己隔离起来，住在条仔顶住30年。为着安尼讲，我安尼敢会通成圣？敢会通成做一个称义的人？这拢无法度通解决罪问题。一旦犯罪了，后遗症真多，后壁足多心内不安，一直亲像伫咱的门口，伫遐咧甲咱控告。所以检察你以前犯到的一个错误，30年以后，这个罪也咧甲你追杀，忽然间互挖出来。咱最近台中要补选。伫迄中间，当然政治的恶斗，总是以前讲过话，做代志拢叫人挖出来，互挖出来，现在拢袂看哩。咱嘛是共款，咱无法度通处理咱罪的问题，所以台湾一直咧做转型正义真困难。过去人犯罪，今仔日他要被揭露的时阵是足大的痛苦。做是咱中间做医护人员的人真多。今日我身躯小可有啥毛病，我一定爱去检查，爱叫医生照 MRI 照乌粗送去照看我到底倒有问题。病要必得医好，爱被揭露，爱去处理，爱去医治。罪嘛是共款，罪需要被揭露、谴责，甚至你犯罪需要付出代价。公义才会通得到完全的实现，所以罪无容易解决。上帝要解决咱罪问题，十字架是必要的转型正义。彼得前书甲咱讲主耶稣为着你甲我的罪，伫查呢，伫十字架顶亲身担当咱的罪，伫伊的身躯。所以今仔日咱的罪已经基督甲咱担当替咱代偿啦吼，替咱赎罪了后，所以咱对义，他已经甚至是一个重新开始对义来活的人。第一场的时候，我咧鼓励互较侪青年讲，其实，比如讲你做一个学生，你今日徛倒摆赛车，叫警察抓落来，你犯罪啊！犯罪了后，收到3000块的罚金。我都袂晓趁钱，我都无钱啊！无钱的时阵，你就去恁老爸讲，恁老爸可能摕3000块来替你赎罪，替你付这个罪的代价，然后就涂销，我就变做会通，毋是犯法的人，迄个关系会通得到啥？上帝替咱赎罪，替咱代偿这个罪的代价，所以十字架是上帝处理人罪问题必要的手段。犯罪就是爱受这个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咱咧庆祝圣诞，因为主耶稣带来稳定的时代。约翰福音1章17节，使徒约翰一开始就来宣告，这个道成肉体，主耶稣的降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伊讲律法。旧约的时代，律法是对摩西传予恁的。摩西伫西奈山，伊领受10条诫以后，也佫有足侪诫命。你都爱安那，你都爱安那，你毋通去犯着这，毋通去犯着迄。律法摩西传来是旧约，是律法时代。稳定甲真理是对主道成肉体来开始。所以律法，为什么咱律法呢？定定爱去定遐法律？我立一个法，互你知影行为的规范。你毋通触着这，你毋通去用着迄交通的法则，等等，才建筑法。我甲你规范，
如果你若超出这个红线，啊，你就是罪啊！啊，你来接受，啊，该罚款、罚金、关起关。总是恩典都无共啊！恩典是白白互你的，是接纳的。所以，咱今日所读的宣调，主要说是恩典甲真理满满，是独上帝的心怀中的独生囝所显现互咱的。所以你注意甲看。福音书内底，耶稣所咧讲的这披露，拢咧解说上帝恩典。咱讲浪子的披露，这个细汉囝出去外口胡作非为，伊转来了，伊嫌一点仔表现都无，伊的老爸就甲伊摸起来，恢复伊的身份，互伊称为，互伊恢复迄个身份。这浪子并无做任何达得伊的老爸重新甲接纳，总是恩典就是赦免，就是接纳。王一个宴社，邀请的人无来，所以派人去街头巷尾，遐个 homeless 的人，遐个流浪汉，不管什么人，你拢会通来这个恩典的宴社，毋是靠你的身份，毋是靠你的社会阶级，愿意的人，这个是一个恩典，是一个免费的。你来参与伫这个天国的宴社，做工嘛是同款，毋是讲你做偌济啊，上帝补你偌济。透早6点入去做，到下晡5点的，上帝要互伊同款的恩典。好的撒玛利亚人，咱顶礼拜咧讲财主甲猎杀咯，一个真深的疑问就是，这个猎杀路敢有甚么特别，互伊会通伫阿伯拉罕的怀里来享受？耶稣互咱的故事内底一点仔都无。上帝恩典接纳这个猎杀路来享受伊的安息，这拢是恩典，毋是讲你做偌济，上帝相对安尼来回报你。所以咱真爱用罗马书3章23节，伫上帝目睭中无人是义人，总是伫主的恩典内底，你白白得到称做义。全然的恩典是对耶稣基督甲咱赎回伊做挽回者，挽回咱甲上帝关系，对神在伫伊的血。要显明伊家己的义，然后佮称迄个信耶稣的人做义。这内底有一寡起握伫咧内底，要解决罪问题，需要伊的血，需要伊替咱来赎罪。上帝毋是好心年讲我拢赦免恁，随在恁，罪就是爱付代价，所以道成肉体来付代价，来显明我是公义的。我对罪没有让步。第二个起我就借着我相信，亲像迄个青年交通违规，伊去求伊的老爸，相信老爸的骹无会帮助我所犯的错，会甲我赎倒转来，会帮助我我相信有迄个能力，然后。伫伊的帮助下面，我得到称做义，来挽回甲上帝关系。所以恩典有送礼甲收礼两面性。保罗讲做工的得到工钱，这无稀罕，这本来就是我应得的。总是我无做什么工，我敢若独相信，迄个称无敬虔的人做义，伊会信。伊相信就算伊做义。我相信我的老爸伫我的错误的中间，伊因为听我，伊会完全甲我 cover。所以我有时咧看社会新闻，一寡讲倒火的啦、倒火啊，还是做什么歹代志，伊的爸母真正是卖厝卖田，逐项就是要甲担起来，就是要甲赎罪，就是要帮助互伊一个新的开始。完全不计回报，完全不计迄个代价，
所以无对价关系，稳定无对价关系，毋是你做安尼啊，我回你安尼，无任何利益的考量。所以稳定对受稳的人，你凭什么？可能凭讲，因为咱的关系，你是我的囝，所以我就会甲你打起来。上帝对世间人检测嘛是安尼想的，不配得，总是我白白领受。总是对受稳的人，可能倾其所有。伊为着要挽回迄个关系，这个父母为着伊囝儿的错误来替伊赎罪，也毋望伊会因为安尼来感谢，啊，来互因的关系更较好势。父母会听，完全不求回报。所以稳定对领受的人是白白的领受，对受稳的人是付出重大代价，才会通完成的。所以约翰3章16节，上帝将独生囝赏赐世间，互既然信的人未定律会得到永活。咱的台语圣经翻译讲，伊疼世间到安尼啦，伊疼世间到安尼，将伊家己本身道成肉体来处理罪问题，啊，互咱会通因为安尼，所以伊的目的干哪一个？互你甲我毋免因为我的罪受隔离，永远沉沦伫黑暗中间，反倒会通得到永远的活命。保罗伫罗马书也讲，这个疼痛的上，竟然无惜家己的囝到这种程度，为着你甲我来献伊。你其他咧烦恼要食要穿要用，其他遮哩苦苦的代，伊减无煞将万民白白赏赐互咱嘛。你对上帝听爱有更较大的信心，所以咱做一个受稳者，受一个稳定的人。咱要领受，当然像头先所讲的，你感觉啊，我承认，你若感觉我罪的问题，我家己我都能解决，凭我的功德，凭我做的善事，有一天，伫我离开这个世间，到上帝面前的时阵，我讲我这个成绩单，你有迄个把握讲安尼，请你来享受我的安乐。那安尼你无需要。上帝白白稳定，你靠家己的努力。所以，如果你承认讲我无法度，我需要，所以咱讲佛教是他救的自救的宗教，家己救家己。佛教你伫做功德，我这世若做袂完，我轮回转世，我一直修行，到一个程度，我会通达到迄个公义的标准，受接纳伫迄个天庭。总是基督教对人性是悲观的，感觉咱无能力，我无法度处理我罪问题。我伫上帝公义的光照下面，看见家己的误会拉散，我无法度通处理，所以我需要。啊，上帝，你已经替我安排好势，你已经要替我出这个罪代价，所以我欢喜来接受，然后我得到这个稳定。所以，咱伫12月2日有一个洗礼，洗礼是甚物？用嘴来念，伫众人面前承认，打以后无过是我，是主耶稣基督教我做咧行人生的道路。我要用嘴来承认，耶稣是我的主，啊，用心来相信，通过伊，我会通得到救，我会通得到救。最近侪青年人。是不分族啦吼，因有时会感觉讲啊，阮都有啥疼，啊，阮同居就好。有时我会感觉较保留，可能我较保守。两个人相疼到一个程度的时阵，你是毋敢伫众人面前来接纳我，还是讲你无爱互迄个婚姻的契约绑掉咧？你还阁有家己一寡拍算？如果若有人甲我讲，咱就相疼就好，咱同居安尼做伙生活就好，我会怀疑你对我的疼，敢是真欢喜、真公平的代志？咱大家伫上帝众人的祝福见证下面，咱结做夫妇，
你用嘴来承认你是我的牵手，我是你的另外一半，敢遐困难？所以咱需要伫众人的面前来认耶稣做主。我以后毋是我，是主耶稣伫我内底，伊是我的主，也心内相信，心内相信讲耶稣基督若参与伫我的活命的中间，伊为死人中过活，有一天我嘛要经验迄个死人中过活，得到迄个永远的活命。这就是洗礼意义。做事要真注意，就是你领受恩典了后，毋是安尼就毕业啊。毋是你洗礼的时阵就毕业啊！咱有时会去想讲，耶稣敢若讲浪子回头，啊，就无搁写去。这浪子回头了，伊毋知有改变了无？伊毋知有真正做一个乖囝伫厝里友好爸母也无？这个人得到特赦、践行、处理了后，佮重操旧业，啊，佮倒转家个。无一定讲得到恩典的人，以后就过幸福美满的生活。敢若两个可能性，得到恩典了后，有人滥用这个恩典，啊，我得到自由啊，所以我佮做照我家己的去来做。总是还佫另外一个，就是伫恩典中，我会保守这个上帝互我第二摆的机会。所以咱洗礼了的人，不管你偌久以前洗礼，咱甲上帝关系拢是动态。咱来保守咱家己伫恩典内底，毋是一届恩典，你就永远伫这个内底。有时咱有缘会滥用这个恩典，战战兢兢。所以咱今仔日咱看见罗马书6章哦，人真后正法律旁啦。保罗家己伫遐自问自答，上帝是无条件的疼痛，定完全拢是赦免的。所以既然你啊，逐项代志伊拢赦免，所以我继续伫罪恶的中间。互上帝赦免的恩典显现搁较多。保罗家己伫遐问讲：安尼敢会使？6章1节，6章第2节讲断毋通。所以人就是真够伫遐，上帝都永远的赦免，所以我继续活伫罪恶中。这种的歪道理，有人讲：如果没有恶，怎么显出善来？所以我要行恶以扬善。我做歹啊，互迄个善才会通显明出来。其实咱来看见一寡歪理，就是安尼。有一寡好脚好手的人，伊伫遐，伊无爱去做工，啊，伫迄个所在讲啊，我互你机会表现你的疼心。平淡的员工，甲老板讲，我刻意懒惰啊，人就知影讲哦，阮头家实在是一个好头家，真包容，真容稳。先生甲太太讲我偶尔外遇吼，啊，你拢赦免我，啊，人知影讲哦，这个太太实在是真有量啦吼，啊，这拢会帮咱，这听袂落去。我会通继续伫罪内底无？所以伫6章第2节，保罗讲断毋通，绝对不行，因为你已经伫罪迄面领受恩典，已经死啊。你敢要搁伫罪中来活？你爱活出活命的身份，这是互你第2摆的机会。你已经无伫罪关系下面，已经伫这个主的十字架内底，你已经得到自由啊！你爱学习做一个负责的人，毋通辜负，毋通滥用，毋通abuse这个恩典。所以洗礼的意义就是讲，咱受洗对罪迄面已经死啊！但我今仔日是一个。有耶稣基督参与伫我活命内底的一个新的人，用婚礼来讲，伫婚礼的时阵，特别是教会婚礼，一定拢有誓约。咱伫上帝甲众人面前许下讲，我要对我的牵手忠实。但今仔日布下红地毯以后，迄个生活毋是我家己一个，是咱两个是一体。不管拄着破病，不管拄着什么艰难困苦，毋是先生说了算，还是太太说了算，是两个做伙去面对，是一个新生的样式，是一个同款的做伙一体去面对。这需要相当程度。咱讲婚姻生活真困难，就是爱相当程度爱看无家己啊，爱正视家己的本性。咱袂当讲完全不在乎对方啊。
以前你还未结婚的前，伫夜店耍到1点2点。你结婚了后，你敢毋免考虑你厝里另外一半的感受？你敢会通完全不在乎对方？性欲伫婚礼内底真简单，爱拄我愿意，讲足简单。总是有时我咧主持婚礼的时阵，我一直相信，这青年人、这对新人，确实无了解性欲背后迄种的困难、迄个含义。伊毋知影迄个逐个条件，婚礼真欢喜，总是出去，我捌拄着结婚无偌久了后，先生破病，完全袂叮当，40年甲伊顾。伫迄个所在，甲照顾，甲迄个，总是愿意担起来。新郎新娘，你要生的时阵，你知影迄个爱拄迄背后迄个沉重性吗？无遐简单，所以无一定大家拢真清楚。总是真人真宝贵的，就是因会相信讲，因为咱两个相疼，迄个疼的气力，我相信咱两个会通。凭着信心，伫上帝甲正人面前讲，我愿意，然后白做伙来面对一切的挑战。这嘛是洗礼意义。你伫洗礼中间是甲上帝联合的誓约，以后无过是我，是主耶稣基督伫我的生命中咧生活。我袂当我行我素啊。所以咱今日6章60到80，就是讲你毋通阁继续。我行我素，照伫罪恶中来生活，你爱甲伊三甲来生活，所以青哦，咱需要知影讲，这个性命我设立了，毋是我家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实际上是爱伫基督伫我的内底，甲我同心内面。所以这个我圣经写毋着路加15章，这条路加15章，这个放荡主的青哦起来讲我安尼毋好啊，我要。倒转去老爸家，伊接纳我，下面我会通伫迄个所在有另外一种无共款的生哦，是第一步。最后咱来看讲，伫即个罗马书6章12节到14节，伊就讲到，咱伫恩典内底，咱来保守咱家己。伫消极的面，就是讲，以后毋通用阮罪恶作恶，咱的心中毋是互罪恶来管制。毋是家己的欲望来管制，毋是将咱的身躯献互罪恶做不义的器具。积极就是我将我的性命、即我的时间、材料，我献伫上帝，亲像对世人中佫定心活做义的器具。最后会通讲，你会通有一个确信，罪无佫做你的主。咱嘛知影，今仔日我毋是活伫律法的控告下面，你当是罪人，你就安那是伫恩典的下面。伫恩典内底，咱来继续操练吼。我用提多书2章做咱今仔的金句，也互咱做伙来想。上帝救正人的恩已经显明，所以警戒咱着弃杀不虔，甲即世间的私欲，用守纪、公义、敬虔来过日伫即个世代。现代的用中文译本的圣经。检查更较清楚吼，伊讲，因为上帝拯救全人类，包括你的恩典，今仔日伫圣诞节更较显明出来。然后伫即个恩典内底，咱爱训练咱家己，弃杀无敬虔的行为，甲俗世私欲。伫即个世间，互咱伫世间的日子过一个自主、正直、敬虔的生活，伫恩典中继续来忠进。所以今仔日咱用提多书2章11节、12节这个台语的圣经做伙来读，因为上帝救正人的恩已经显明，警戒咱着弃杀不虔，甲即世间的私欲，用守纪、公义、敬虔来过日伫即世代。提多书2章11节、12节做伙来祈祷。至圣的爸，阮感谢你，因为你互阮活伫恩典的下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们。真多谢张牧师，互咱真重要的信息。感谢主，咱拢活伫上帝无限的
文典下，请咱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61首，圣诗161首，耶稣宝贵的名。请咱起立吼，圣诗161。耶稣宝贵的名，做我心心命。上帝已经通过正人的选举呼召咱素文来做咱的执事赵秘长老来做咱少年团的会长。这是小会奉爸囝圣神的名，要设立赖素文来做咱们教会的执事，廖赵秘长老来做阮少年团的会长。请恁伫我的面前伫正人甲上帝面前来誓约，当恁要领受执事甲少年团的会长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对你的调用也无？你愿意做咱们教会执事、咱们教会少年团的会长，恁就尽忠诚尽职，协助牧师长老来归延跟上帝。利益伊的教会甲团体，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就建立关的教会的事务、团体的事务，恁就倚靠伊来设法，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这是我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教会南门堂会小会关闭，设立赖素伦做南门堂会的执事，廖朝美长老做南门教会少年团体的会长，煞通知政会又知影，这个职务只是已经照规矩交代予恁。
担任受选做执事，就协助牧师甲长老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的事务，也做相连团体的会长，互上帝名得到荣光，建团体的客友通过恁的服侍来得到大的利益。咱做来祈祷，主啊，感谢你，呼召无共款的人，凭着因无共款的恩赐来侍奉你的教会甲阮的团契。主啊，今仔日为着阮的选举，上帝你所呼召出来，阮的大家来恳求你对顶面小事参名能力，也互因尽忠伫因所受交代的职务原顶，伫因的服侍中间，上帝名得到荣光，因所服侍的人得到最最利益。阮同心恳求感谢，靠耶稣的名，阿门。来，好好来欢迎，今日最后谢谢咱所有大家教练团队的会长，了解你叫了，请咱继续为着您祈祷，多谢，请咱回座。感谢主，吼，咱下面要办法，奖学金，吼，咱对大学生也是中学生也是主任，我叫名请大家到头前，咱特别伫母亲节也是圣诞节，吼，感恩节，这边因为前礼拜较急，所以家己这礼拜，吼，第6位是林荣安。毋知主着遐有人来通知无？伊敢落来？拜托，拜托。我甲青少气落了。青少气。有无少年团契梁奇轩？咱咧等着，敢无？大长的咱先报告，等下落来，咱再办好好办。我简单报告吼，较有个消息，咱真欢喜哦，咱台湾的疫情有较好哦。所以欢迎大家尽量会通倒来做实体的礼拜通互相互动。今仔是大港节第一主日，咱有点地基的蜡烛，就是期待甲毛吼，紫色的蜡烛，而且咱爱警醒、听候、祈祷，搁再来，咱会晓反省家己的所行，像牧师所讲的吼，做这条下面了后，能够做歹代志。不晓得来了没有？我继续报告。就任是拄则有讲吼，咱新的新任啦吼，而且是真旧的人。咱上面的会长廖教育长做甲赖所有指示。帮奖学金两个办法。第4，幼儿园的董事会，等下礼拜3要开请咱董事。第5，咱圣诞节的庆祝，请咱注意吼，咱是12月19要比较有赞美礼拜，但是咱的庆祝会该办一礼拜，伫12月25拜六的下晡吼，请咱拢来参加，今年是李梅新执事情况也做个真好。拢起来，无咱想办法吼，啊好，今仔日真欢喜哦，几啊位得到咱的奖学金，拢听厝听人的模学生。主任林荣安，请来头前吼，伊是咱秀琴这孙啊吼，来林荣安请坐。吴恩硕是爸爸是吴泽章，妈妈是陈子燕。也是咱中民长老会秘执事的孙仔，今日无来吼，过来是陈敏恩吼，爸爸是陈其正，妈妈是杨佳琪，是咱玉社长老甲美容长老的孙仔。少年团契梁奇轩，吼，爸爸是咱的梁家宏执事，妈妈是咱林恩慈老师。过来是陈燕玲，爸爸是陈祥胜，妈妈是永慧君。过来陈响恩，爸爸是陈振兴，妈妈是陈小文执事。过来青年团契
林以伟，爸爸是林志珍，妈妈是张慧慈氏，就是咱亲兄甲迄个素文姐的孙啊。李泽，爸爸是李立文，妈妈是赖玲玲执事，真欢喜。老师阁真侪人会选出来是爱主爱人请牧师来给颁发奖学金甲奖状。林荣安，来个泡泡的奖励者。陈敏恩，恭喜！梁奇轩，陈彦霖，我也没有来。那陈响恩。李泽，无来，我甲牧师分啦。好，咱恭喜这些青年吼，他们辛苦，恭喜，然后会使吼。有人上。好，谢谢，谢谢。来，继续加油哈，继续加油啊！因为我继续来报告即摆到第六项，咱有圣诞红教会布置真水，请咱认购1份是150块。伫12月19赞美礼拜以后就使摕倒去处理的，大概还可以放1、2个月，多到5个过年咱有福音的阅历是道声出版社做的请咱下面伫迄个干事遐内底1号1份特别圣礼典咱最后的今年最后的一个礼拜日，12月26要有圣礼典，要有洗礼、献信礼，有洗也是转正，请咱要参加的人要有第一名写申请表，是甲牧师讲。要有基要真理的班，要有4个礼拜，拢是礼拜日早起9点半到10点20。圣诞歌咱今年教会无家己做，咱甲教会公报社来定一盒是25块，两种口味固定。咱有到都市更新的小组，后礼拜后要调开，所以小组员来参加。关键消息，妇女雅音伫即个礼拜5，12月初3聚会时间调整到9点半开始练唱1点钟，了后10点半妇女团契要去大安森林公园郊游，敢若真近啦无到花莲，是到台东不过嘛真好耍，请要参加的人10点半爱伫遮集合。教界消息，北中妇女事工66届年会，67届干部委员就任，伫即个礼拜4，早起9点半伫咱本堂调开，请有报名的来参加。第二，北中的上联部也是即礼拜5，早起9点半要伫网家教会调开，请咱上联兄弟来参加。咱才有3项大岛，一个大港就要到。咱敬信期待兄弟主耶稣基督降生伫咱的心内。第二，拄则讲咱的疫情，台湾真好，但是欧洲即摆真惨。非洲引起，所以有可能佫一摆，因为以前上严重迄阵，一礼拜是500万人，是印度甲印尼，结果即摆看无啥，前礼拜已经440几万，后礼拜可能佫较济所以请咱游员爱。无戴口罩，游员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知影当时对不对？昨天就12个，咱们52个境外入来咱算起来一年境外入来差不多要3000名，只要有一个进来，我们就很麻烦。总有一个非洲来，那么咧惊讲是即种 Omicron， 所以请咱注意。第三样问题，咱的圣诞节，咱圣歌队真
辛苦个，真欢喜咧准备，甲咱圣诞庆祝会筹备，请咱为着即来带导，咱想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毋知咧，遮需要我特别来介绍了无？欢迎咱大家做伙来敬拜吼。我想补充两项，第一个就是咱即摆第一场礼拜刷了有供应早顿吼，所以你若来参加第一场礼拜，你通豆咧食，无你要参加第二场礼拜，你嘛较早来嘛会使食咱准备的早顿吼。所以互咱知影，咱即摆恢复早顿的供应。第二项就是咱真感谢磐石基石青少年团结，甲咱教会伫昨暗落雨天，甲咱布置了非常的水。你有机会暗时来看卖吼，即摆日时你看无真清楚，暗时咱遮已经变甲真水，咱的花圃拢整理甲真好势吼。就是圣诞气氛，咱真多谢遮个工作人员因的辛苦吼，咱有机会来甲欣赏看卖吼，多谢。咱即摆请咱毕万心来奉献，请陈宝赛执事甲陈义林执事。对即时到因世代有尽，